飞扬，花时间到二手书店寻宝，也许就能省下好几千元。在公馆这里，这间二手书屋很特别，有只性格的猫咪，也有个性格的老板。我也曾经去收过书，那是一个教授，也很好，很有意思。因为他的书非常的，我弄完整理完毕，我要给他钱，他说你在侮辱我。收书从不论斤称两，买卖在他身上没那么市侩。一格一柜分门别类，干净的不像二手书，看得到他的坚持。以我们客家人来讲是说，比较能吃口的一行啦。抱100斤的书，100台斤的书，由5楼爬下来的话，你觉得说我不适合做这一行，你可能就撑不下去了。对爱读书的人来说，二手书就是多了一点温润的手感。老板，这本书多少钱？抽价一本书卖几多钱？抽价一本书，卖几多钱？那老板娘叫抽价娘。抽价娘，很可爱哦，抽价娘。现学现卖客家乡音，花少少的钱就能带回一本厚实的书，跟大大的满足。抽价一本书卖几多钱？抽价一本书卖几多钱？